啊，考落去的时，全班听伊歌啊，结果咧都没哈。到举重啊，大家我唔会过啊。参加那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被那个陶晶莹说他是棒棒头男孩，棒棒头男孩，自然卷。然后那时候还为了要帮那个小胖老师烫电棒。哇，你要帮他烫？对啊，你把他烫啥？你给吗？对啊，就是像那种。啊，你。大擂台，老爺跳下來。鄉親朋友嚇，大家好，我係阿鳳姑羅師傅。我係黑金啊，大家好。哎呀，係。哎呦，根本呢係你特別計劃啦。特別計劃，嘿。做嘛做特別計劃啲嘛？因為比賽年冇啦。冇啦，講笑啦，當到朋友嚟參加啦。當到朋友嚟參加。但是最近呢，特別中的特別計劃。特別，因為講真咧，你特別當一應比賽哦，啊，你觀眾朋友可能我看到會有點疲乏啦。哦，因為太這個太不會衝了。係呀。哦，每個禮拜都只淘汰一個。有時要讓他們換不同口味。啊，不同的計劃。專業高數。計劃內容係專業的高數的，或創國的問他個談。而且根本也還有一個特別的意義。是什麼意義？來跟大家報告一下。因為20年22年呢。哎呀，當22天天嘛。去年係21，前年係20，明年係哪年？啊，是22嗎？2003，我記得是2003年的7月1號開台典禮，我還去主持呢。真的哈？哎呀，係啊，你嘅開台節目嘛？2003，現在都2015年的嘛？2003，這樣是22嗎？我的算數還是你是算虛歲？45路了吧？哦，22年哦，所以我哋客家電視台要服務22年的時間。哎呀，不說，你的節目呢產生了青島的觀點高數。說真的，客家電視台哈，這個孕育着我，哈，讓我得到非常非常多的養分啊，真的哦，養分啊。有一間房子那麼多嗎？哦，不，我這個全家大小，上有老下有小，都是客家電視台幫我養的。真的哈，客家電視台。講笑啦，對，講笑啦。即係譬如多隻客家電視台啦，本來到機會，啊，就定下學習。當然一開始係因為使命感，哦，因為啊，難得全世界第一個有用漢語播出嚟嘅客家電視台，跟住那個電視，你看電視播出嘅時候唔會叫呢。提一些時間感通啊，跟真係感通啊。22年多了哈。哎呀，冇想到，按照底下服務做已經做到22年的時間。羅哥都走了22個年頭了呢。22個年頭，真的呢。你看從30出頭，現在已經50好幾了。真的都要花甲了。從而立之年，現在已經變耳順之年了。快要耳背了。耳背。快要耳背之年。早就耳背。你看你也是一樣啊。我不一樣。不，我3年聽聽。我弟啊，你看，因為有客家電視台。從細看到大。有客家電視台，你看你進入客家電視台之後，馬上這個運氣大開。哦，真的。哦，飛黃騰達。哦，真的。對，哇，唱片。羅哥帶我飛。唱片一直出，然後金曲獎一直得，對不對？然後現在是邀約不斷，真的這個太厲害了。客家客家，還有電視台。真的。還有羅哥。沒，這個要感謝我們客委會，還有我們客家電視台，好，真的多謝。從點還有所有來參與嘅朋友，22年前都倆哈，從點係乜嘅？20關都倆哈，賽制冇強從來當然冇幾多都參加，一節目也冇辦法進行，慶祝要會按呢所有觀眾朋友嘅支持。那可能比嘅片愛老多，你講製作單位。觀眾朋友。
制作单位。制作单位本记啊，无啦，清醒的两个，后年开始的嘛。因为制作单位已经做10年了，接下来做10年，因为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尤其安尼孟达，佢本身也客家人，对啊，所以佢没有客家人那个使命感。客家心吗？係啊，佢上欠咧。所以佢也希望台也客家電視台一個節目做到本客家認同。係啊，所以做到一下，基本上就冇同樣嘅主題。特別計劃。係啊，因為安尼啲節目產生出來當到好嘅歌數。係關鍵歌數哦。轉移以後，有的會可能做線上。有的會可能就退出歌壇。有的是大放異彩。對。某一聽。要不然就是可能各自回家。自己的人生選擇不一樣。佢們嘻哈起來。今天同聚一堂，安尼就存在到冠軍歌手有唱到安尼節目當中來。歡迎大家，好的，歡迎哇！今天難得呢，非常難得的一個聚會啊，哎呀，這個好像是那個國父公欣賞。對 TV 關注，對，對嘛，對，得按厚厚這樣訪問來的，真的，哎呀，也非常感謝可以邀請到你們來我們節目當中哈，哎呀，這個是非常有榮幸的一件事情。對啊，我又看到了，就是我進入客家圈的推手。哎呦，是，等下厚厚的訪問來的哈，來電話來。哎呀，當然難得有唱到要到冠軍歌手來的節目當中。重點係彈歌嘅，本大家回味一下，回顧一下佢嘅精彩嘅表演演出。好，來歡迎 TV 國父公帶來評判。彈過啦。
110槍，辜負公欣賞。欣賞哦，慢呀，真的。太有救了嘞！对，马祖没有来好不好？毛礼貌。对呀。顾欣賞哦，哎阿爸，你好。冇，嗰敵過芒葱啊。係啊。係啊，芒蟲啊。係啊，這。哎，你那個大旅頭嘅節目聽說有辜負公欣賞，係講兩種特別給法嘅。對，冇記得。一 V 公你是冠的冠軍。對。係嘛？給勇士。跟勇士T100的賽制啦，啊，T100賽制，你是管的 TV， 哇，過關斬將，沒有人可以，誰能假他比？哦，真的哈，勢不可擋就過關嘞，係嘛？顧欣賞倆強又很厲害呢。係啊，哎，你們差不多2年冇看到嘞。哦，係啊。上一拜來的時間應該係20周年的時間。錯嘛哈，又搶起來哈，係啊，經過2年又再搶起來。係啊，哇！哎，你那嘢 TV 開發當中就搶到佢，身體有冇按鍵按強用衝當哦，按厲害誒。平常啊，係因為受過運動，受過運動，受過運動版受過。同大家來，大家分享一下，因為當到安尼觀眾朋友們搶可能也個賽事啊。你年紀也沒有係啊，能用版保用，做馬運動，做得按鍵啊，哦，從嗰下按啊，受過運動，磅礴大氣啊，我記得啦嚇，我讀初中嘅時間啊，考初中是新中。天一中學，哦，喲，新學嘅學校，家用考，年紀做得偷嘅學校啊，所以用高學歷咯，嗬，係啊，用考嘅哦，用考嘅，考真係，哦，家下我先考運動啦，好打橄欖球啊，田徑啊，乜嘢我知道啊，橄欖球啊，哦，嗰樣是有橄欖球，有，哦。我一年嗬去留學校拿4隻冠軍杯轉來，啊厲害哦！總拿冠軍啊！啊，你後來係國手嘅嘛？啊，你後來係打橄欖球嘅嘛？國手。國手。打到社會啊！哦。沙比族嘅。我學校出來嗬，要做去個我攝製啊，台灣呢啲上班嗬。我大概係要咩組織橄欖球的。哦，打業餘組嘅嗰種係嘛？哦，個特別橄欖球那麼盛行哦，跟個勇士。我都打橄欖球哈，訓練是到馬薩大呀，那個美國這個什麼？美國咯，美國，美國嘅對出國比賽啊，來台灣比，來台灣咩啊？台灣那個這個那麼美國的什麼？在台協會。美軍俱樂部。美軍俱樂部哈。係啊，攞住咗比賽啊。哦，真係哦。我記得我都。讀書嗰時初中哈，嗱做咩係我教練哈，就參加美國顧問團啦，然後我比賽啊，我當記得嗬，我13年，13年攞嘅獎金，113年攞嘅油，用2-3年攞嘅腳骨啦，攞唔樣。嗱，你記係橋南啊，係記者話，同太每個人。師曬我嗱唔記係記者。厲害你吧？讀書打橄欖球進來啊，冇辦法打咧，是打網球。哦，一次運通。網球打，就對球唔多咧啊，將愛對個球啊。研究唔多，反應冇咁好，係，變慢咧，叫唔到叫，所以打保齡球啦，保齡球，保齡球，保齡球咩？我幹咩啊？乾脆啊，我不抗議了哈，你裝個小學的健身房啊，健身房，家裡還有健身房，但是唔是走來走去啊，就簡易型的啦，嗰種係啦，這個不買啞鈴，運動做健身房，我家下學佢咪初中嘅時間嗬，我橄欖球嘅教練嗬，推薦我去進入國際醫院，國際醫院啊，佢哋下有個國際健身館，個健身館條件嗬，參加亞運嚟嘅舉重，亞運舉重啊，哇，幾樣事，佢講我身體安雜嗬。將如果技術練下去嗬，亞運領咗他嘅獎牌。哎呦，佢要喺度去參加嘛？係結果初中畢業時啊，考高中啊，考到中學啊，中學啊，
就冇辦法過時間嚟啊。哦，迄種那讀書咧，就冇辦法繼續練。再練，加下練嘅時間吼，我初中一下考落去嘅時，我全班聽一個啊。結果練都未哈。到舉重啊，集中唔會講啊。喺舉重嘅慣咧，唔咁咩嘢慣咧？腳變形咧嚇。哦，練舉重不會哦，不會哦，因為有那個重量跟輕重嘛，一來的。沒，那個是遺傳的問題啊。遺傳沒有啦，踢足運動沒有差吧？有嗎？有可能啊，這有大概700人。就我個人咩動作從後上從西面開始練咩，全部按太死。哎呀，咩黑啦，基因沒有關係啦。所以這個辜負龔先生。一路以來一次都有運動呢。脫水也厲害，運動咩厲害？我做個小健身房，我買個運動自由，買個品學兼優呢。真的，五育並進。然後難怪他這個從年輕就開始運動都要，所以佢個身體帶大都輕厚，所以你看要這樣有辦法呢。你下上一下按量。那根據就看那個短影片啊，其實講啊，哇，他在介紹一個大概70幾歲的一個健身老手，也不是教練，他就是好運動，哇，70幾歲那個身材，他保持得非常好，還有6塊肌這樣。真的哦，真的。羅哥有6塊肌嗎？我大概6塊了。哦，家下沒有哈，你下咁油，你下冇嘞，哦，你下冇，你下油就厲害嘞，你們做的拍短影音誒，羅哥就會看到辜負龔先生，80不90歲了還有6塊肌，哇，那就厲害了。這個真的啊，就是他70幾歲，哇，這個6塊肌就是保持說他有運動，所以他身體可以保持這樣。但沒有運動的70幾歲出來好幾個是這樣。那正常，真爽。所以冇運動同有運動真係差同多。所以以前做嘛建議講，他個多運動。除非你是巴菲特啊，係嘛？覺得有錢贏。他那個心情不一樣。你有好的醫療團隊，對，幫你身體。對。啊，有就冇嘛？每天喝可樂都無所謂，是嘛？不過顧先生做 VN 然後嘢大擂台 TEV。藝術館的關注，咩係 TEV 高館的演出嘛？哈，TEV 高館，嗰種時嘛係心情啊。TEV 呢，UAT 隻節目，19館，藝術感覺冇問題咧。藝術館一定會高得。所以我重錢啊。重情哦，故事重情，互相重情，互相重情。重情啊，唔係啊，大隻嘅做一個橋梁，咁嘅咁大，橋梁牌啊，哇，牌匾啊，匾額嗰種，咁大，哎呦，想象啊，做一隻七駿馬嘅匾，哇，還有哦，人個熊係哪隻熊？虎口鄉，啊叫扮演啲乜嘅虎口之光啊，你係嘛？虎口之光，虎光。兄弟姊妹嗬，打金牌啊！哎呦，哇！嗌一個阿何叔啊，藝術啊，打獎杯啊！獎杯哇！那一邊當嘢大擂台喊他賭錢賭，呢種是獎金幾多錢？獎金5萬元，哦，幾時佢咪算到咧？但是咩某一改呢？跟藝術館咩硬幣有上次我喺臉書嘅吧？還有最重要還好笑啊！是我太太啊，你打馬個本，打一條金牌鏈啊！你槍是帶來對嘛？啊，你槍是帶來用嘅。冇，我街下天天，我唔好帶嚟金啊！哦，帶條金牌鏈本啊！哎呦，我等佢立落去啊！結果我跳下窗台，吉他太細條咧，年紀在冇。你做邊個當行邊真鼓做啊？高管的時間，日本人我同你帶啦，係嘛？唔係啦，哦，對啦，日本人我哋掛落去掛唔上。嗰陣自然就掛落去啦。哦，掛到夜神當空啊，係嘛？哦，對，掛到當空啊。佢講掛唔落，後來帶到夜神當空啊。唔落。啊，然後就入嘟嘟好啦。哦，嘟嘟好啊。你同人帶專業係嘛？
个太美好的回忆了。给他世界说那青苔呢，动力会呢，EBU 高管呢，20年前，20年专前。医安尼有大字炮的安尼，庆祝的安尼无？有唱音乐安尼有无？舞龙舞狮有专吗？医的世界，啲家乡系啊，有啊，有啊，有因为俺上虎口大士俺朋友圈多啦，俺上个5万球吼，唱唔拉啦，所以俺送本个俺立战士1万球，中那个圆光佛学院1万球，孤儿院1万球，俺总共4万球送出去。存了1万呢。留1万元哈，判几装作了。唱太牙齿了。1万元哪个判几啊装作？给他世界可能做的哦，22年前。30种哈。发财之后嘞，3000就做得判走了，买到了30。我讲个，你要冇奖啊，发财嘞。发财嘞，点出一嘞啊！固态狗东升期呢，还有上多了哈对。继续保持眼健康好嘛？明年你 TVK 把嗰個盡嚟衝。好嘛，係啊，希望真係個看一拜收一拜哦。哦，真係看清叫啊，係嘛？係啊，什麼？是說幫醫生啊，幫醫生冇問題。係啊，冇問題。太全部健康，開始個都從冬天嚟用哈，搶唔搶用？係啊，安子姐，多謝。固態狗，謝謝。先抽一下血，吞一下聽聽來哦。安子姐。今年冬天呢？運動真的有差。之前安尼有一個落果樹，都鄭日清啊。一早起啊，落大雨，落下稀薄，想要等伊，拍攝我袂記。以後要不要基本記4句？我跟你講，我曾經就是那種，就是把以前的那個記憶全部都忘記了。像這些歌以前，曾經你一直啊，這一直啊，對了，就是說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把以前的東西就整個就忘掉。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了嗎？迪奈龍是開始。很多歌像這些歌以前都是信手拈來。運動對於保養腦袋沒有冇乜檢查係冇？好像沒有。他就是每天哦騎腳踏車，不管去哪裡，佢都騎市場茶。佢表演，佢們騎市場茶。真的哦，哎呦，唔會喝牛馬路哦。這奇怪，他就是習慣了。哎，所以他就造就了他那個每一次80幾歲唱歌還是很厲害啊。哦，真的哦。就你每一天有在做心肺的這個運動，對，真的有差。我今天要騎 U-bike 回家。哎，多騎一點。真的啦，年紀也到了。什麼到了？說什麼胡說八道？來，殺下來。少年吳義珍帶來落山歌。好，來唱歌啦。盤古開天，天拜來比較，結果給詹老師。三國志。詹老師借我落去。三國志。我可以用閃係詹老師。詹老師。詹老師就是被小康老師幹掉的。小康老師幹掉的不是上一位嗎？我們老了就沒用了嘛，就會被踢掉，然後就換年輕的。沒有啦，沒有這件事情。沒這件事哦。對，我本來應徵的是這個位置。主持人呢？人生才是
富贵嘞，莫强求那。 盘古开天，都已经那年老时间。 罗哥好，春米啊，好，春米啊，春米啊，唔台灣都嘛？啊，唔收厝。我聽我同伊講，伊講，媽，今天中國啊彩排嘅時間，我講義診啊，義診記，伊講罵啥啊？我啲啦，唔對我講嘛，春米啊，啊，伊講春米啊，我講可能係吧，係只唔收存啊，也改名，你咧傳統做嘅龜乾卷呢？對，啊，這好朋友嘅，這說是一句，係啊，佢唔單止龜乾卷，你佢對人哋節目比賽，哎，我跟你講，除了那個複房體以外啊，就會記得第一名。哦，第一名多拜哦，沒有19拜了。22年啊，來19年。19年，真的哦。因為一季係一年係應該講一季係四季嘛，對，一年4季嘛。對。係啊，啊一季多張嘢。3張嘢啦。啊，一張嘢多年。某一天啊，某一天有30頁，有28，有29，有33、29，有28啦。係啦，考這個算術，這真的很厲害。應該講當年就有來啦。東校呢？唔單止傳統嘅，流行嘅咩有啊？傳統嘅、流行嘅、傳統鬧熱，天生，總有一天等到你，就是他的。總有一年拿到冠軍。對啊，對啊，拿到冠軍以後還有來比嗎？冇了，哎，最終極目標就拿。他就來參加，他就變特別來賓啦。係啊，對嘛？家家有來啊。對呀。還有發 VIP 卡。VIP 哦，唔記得了。是製作單位。冇啦。製作單位發布，人家客家電視台發布。冇啦，有邀請係按到 VIP 啦。哦 VIP 歌手對。哦 VIP 歌手真的係。因為那時候不逢去欣賞的時間，有頒匾額給他，客家電視台有匾額。那時候的台長叫李如林嘛，啊李如林台長，他有特別做了一個客家電視台的。客家之光，一個真的有呢。獎狀本記。哦獎狀係啊，有版本記呢。哦，所以客家電視台冇版本啊。還有 VIP 卡，哇 VIP 啊，哦，就是通行證。你上我來鬧嘢就來，係嘛？有喊上我來就做得來。你進來就不用刷卡，直接刷臉就好了。這張臉就可以了。你刷你的 VIP 臉。這個太厲害了，係咪？就
人脸辨识，真的就你还哦。手机的就按用流行的，哎，你觉得后面呢？你刷脸就进来了。嘿，走。那比按多年，19年有嘛？那99年开始啊，99年都厉害，哎，正经呢，16年差不多，15年差不多了。114年嘛，头米啦，头米15年啦，比按多摆，应该有同多。記憶當存起來。有啊，有乜建議才存起來？我講咧，等我讀到痛多年嚟，講咧講係。第一擺嚟比較我補平板，結果給詹老師，詹老師借我來三國志。我用上係詹老師，詹老師和詹旭純老師，應該係啦，因為鬧嘢的4個棚我都跟過了。詹老師4個棚。這個攝影棚啊，攝影棚。詹老師就是被小康老師幹掉的。小康老師幹掉的不是上一位嗎？上一位就是詹老師了。對啊。哦。詹老師也在客台服務了10幾年。哦，真的哦。對啊，然後小康一來就把他這麼沒有那個道義就把他。我們老了就沒用了嘛，就會被踢掉，然後就換年輕的。沒有啦，沒有啦，沒有這件事情。沒這件事哦。對，我本來應徵的是這個位置。主持人嗎？方孟達說我還是看清楚了。你說應徵那羅斯峰的位置嗎？你應該應徵我的位置比較有可能吧？我想，我們台灣的這個電視台啊，已經被他們莊家父子壟斷。所有音樂性節目全部都是被他們家莊家壟斷。沒有啦。就是小康啊，差不多啊，沒有啦，1、2名而已啦。對啊，第一名啦，而且還父子雙殺，有沒有？同一個時段那種。改天我會不會也變你們去接？沒有可能哦。哦，他收視率升起來的時候，我再去。哦，這樣搶得到。同跟雨珍姐共用，你以後也是刷臉進電視台，係嘛？哈。太厲害。第7季開始比係嘛？東醫是2季哦。錯，加到女婦。女婦還是電。公共電視台。唔啲公共電視台退市嘅時間有冇？有啊，佢講佢40棚都有去過啊。第7季啊。係啊。第7季就應該講前1、2、3前5季啊，全部都給很多台視沒公視對啊。我記得第一擺我入來比賽卡，唔就講唱乜嘢係咪做唔出棚？你有冇講？我還好上家有的會唱真理愛，你講原住民啊。其實現在也像。對。哦，你是原住民嗎？唔係啦，特別是講哎，你做唔出嘅那個別。你應該是有隔代遺傳，可能你的祖先是荷蘭人或者什麼。有可能哈。上了獎的意思啦。對啊。輪廓也是，真的呢。有唱啊。有。不說哎，本來很多小珍妮。小珍妮，你現在就是老珍妮。他就叫珍妮就好了，沒關係啦。珍妮老師我想講，我想講。我有沒真厲害？我那佢70歲啦。哦，比哪胎哦？係呀，高哎呀，哎呦。啊！你電視台我有4集評過哦，台視，還有公視，還有光啟社，還有很多嘢啦，所以唔乜特特碰住呢個，都有參與過。各位特特是呢賽制中愛做實驗品。哎呦，你做實驗品，全部都一塊試就來。我賽制就就請愛來。哦，請你來試試。哦，那當白老鼠都知道。錯。沒有英國那種 VIP 嘛，我們通常都是 VIP 吃到粥的，我們才要進行這個賽制。哦，黑嘛，黑啦。你吃到粥的人，你就繼續給進行下嘢。我只是啊，你阿毛比賽最近啲毛係嘛？對啊，也下去小學教學生嘅講漢語。哦，國小老師。鄉土語言教學就出嚟。新傳師。有一考啊？有。嗰個歌謠很多嘛，歌謠類。哦，歌謠類啊。有語言類我就有。語言部分都有。兩種都有出嚟。兩種都有，嘿。參考這種雙擺有講過，因為佢啲客家 VMV 算嘅做評審嘛，所以佢講啲人咧客家電視台比賽。然後因為大擂台比賽冠軍呢，還有田川嘅冠軍呢，做的神槍，馬上唔是乜個做的指甲電都新傳師，神槍新傳師，對啊，哈，所以你這裡面呢，神槍多，歌謠類嘅係啊，歌謠類，個語言類去搞去進修，去考，我去做研習，當做的
去教学生诶讲安尼行语。讲小学哦？小学啊。小学生讲诶学，敢要上诶学客家话？唔知客宗因为佢學校有嗯鄉土課語言教學，我選，主要木卡有，比如講家婆啦，因為阿婆有其中一撒係客家人，當做的選安尼嘅行語。哦，因為做呢行我做得練習錯嘛。木卡有人做同我講。記得頭擺迄客家出去呢話，咪做得先啊。有的學校做得。係啊。唔講嗌教嘅係一定要有。木卡有基地嚟練習咧。哦。安樣咩好啊？怎會記得啦？你教育嚟較好教，我專業又唔記得。考場多嘛？考場一禮拜，冇一禮拜6堂課，就6堂，1年教到6年。哇！安樣青島呢？變得當年做戲啊！冇，1年嘅嚴強哈。哦。1年6節課，就1年生、2年生、3年生、4年生。哦，你講自家教嘅課係嘛？係我禮拜哦，一禮拜1堂課啦，而家1年生都6年生都有教。錯，係我有6節課啦。我老都記得一禮拜要上6堂嘅客家課嚟，客家課。嗰樣係真記得啦，係啊，因為伊學戲啦，因為叫佢嗰樣是叫前夫係嘛？啊，係前夫帶金門。係啊。那種事情有記得？因為他都會拿金門的老酒給我。哦，阿叫我攞買名，笨蛋我攞買名，你記得嗎？吳春明啊。吳秀春啊。快啲啦！等下上前會拿幾多人得唔咯？哦，我都捨不得。金門冇帶酒，記就唔記得。不，捨不得。那個金門老酒，那個都是80幾年的那種老酒，哦，那個喝起來。哦，又好喝又順口，然後第2天頭都不會痛。真的哦，對啊，不會上頭。啊，冇啦。那現在幸福啦，生意有生發動歡喜啦，歡喜。對啊，生意做警察呢，係啊，警察。哎，你這運動厲害，好邊緣的事情都記得，阿名也唔記得。吳秀純呐，吳秀純記啦，你還有那義珍記啦，義珍，大概記得哈，吳義珍啊，記300，你嘅桂冠軍啊，傳統嘅桂冠軍，謝謝義珍姐姐哈，謝謝，必須發揚你客家文化，謝謝。好嘞，哈，撒下來哈，撒下羅球迷帶來平板。好嘞，彈過啦。冠軍的時間，鄉長有送乜個東西不？沒有啊，沒有啊，還沒錢全部搶的。按潘幾多種做？三隻歌唱班啊。哇，3隻歌唱班，10種有嘛？一間係潘奏誒，另外2個歌唱班係用唱嘅生牛排。哇，包場啊，用係嘛？係啊。哇，動太瘋呢。他嗰啲團建做而家都要送乜個東西俾我？沒有大金牌啊！沒有大金牌。鄉長沒有送個虎口之光。哦，沒有。山高柳
小米子吼，哎呀，用微主持人，哎，俩边讲嘞呢，有啊，呀，我踢球无看到，哎呀哎呀，什么什么，越来越强哎。哦，中央讲啊，中央讲，中央讲。哎，你一次一轮都青丘嘛，有丘嘛？有啊，这个用寂寞呀，身材婀娜多姿哈。系嘛？要衫裤特别做的哈，特别。是有张买的。张买啊。你都上节目吗？唔系啦，是替拜照。嗯，替拜照哈。卡眉，走卡眉哦。你真的比之前还紧。有啊，一枪有他抽一些嘞。个条那么简他利落哦。系啊，一次都轻讲啦，保养都轻厚嘛，没有一层的冇看到嘞，很懂福相啦。很有福气的一个人，对吧？邱米景啊，就他有英雄，因为佢係23季嘅傳統組嘅季冠軍，嗰兩時來來，係冇，誒，嗰時佢有英雄咧，咩參加有一層嘅嘛，應該冇一陣之人都拜啦，嗬。冇啦，萬人面，你不是 VIP 啦？萬人面皮有幾按盤？冇，佢好衝過嘛，佢好得了，啲觀眾朋友支持呢。對啊，對啊，對。唔過咩必有一層呢？有一年郎冇？咁有哈？咩有聽到英雄董承啟嘅事情嗎？是張來畢業時間會動建裝，張來嘅時間會建裝。一天搭上你都會建裝。係啊，尤其喺平時經常抽一條錢。每一個人的第一次一定都是緊張的，對。過來慢慢是老切家講，平常心，平常心，平常心，不用吃鹽了，不用強鬆了，放開，動作去給他不卡做把心打開。對啊，就不會緊張了。強鬆衝，後來就吃到安用嘅表演，衝一來就冇按緊張，就會衝到他後衝嘛。係，錯。後來就一路就分數以後啊。以後，就得到冠軍咧。一問，就他們沒聽一就聽，聽一就聽的哦。而家上一咩請講？唔記得咯。唔記得啦。咁有聽呢嘅時間啊？唔記得咯。倆意思嘛？冇啦。他笑啦。他笑哈。是從人漸入佳境誒。漸入佳境。係啦。唔過我記得嘅球迷之類比賽嘅時間，嗰兩時期嘅戰友們其實全部都懂厲害。懂厲害。哎呀。係啊。對，因為太多比賽了，真的太長時間20幾年。哎呀，所以真的。累積了青島懂厲害。人家都印象可能會比我哋較深刻。係啊。係啊，係。除了緊張以外，還有乜嘅較記得嘅個事情，同大家分享下嚟，係咪？啲位都全部當腔啊，想講，哎呦，冇乜嘅機會啊。啊，結果佢去到東強，嗰時其實出狀況啊。還是你心裡就 yes。唔係啦，還是想講啊，因為按用靈啊，你想講，唔會唔一樣用到嘛？還好啦，係還好，係錯。啊，後來因為按用就上來咧。係啊，神忘記，神忘記用嘅，天命嘅畢業咧，就天命嘅上落，真有機會。跟唔畢業以後，嗱已經都可以參加其他嘅比賽嘛？有啊，有啦，係。唱田傳藝嘅掉。有啊，表演下到啦。表演係啊，你們唱藝表演啊？有啊，唱藝有那個冠軍啊，你是是會講唱藝表演。嗱，你打擂台冠軍歌手啊，你係錯。啊，有酬勞嘛？有啦，有，不差。懂哦，啊有教學生嘅咧，有冇？唔係冇教啦，冇教，係，還是也是人唱嚟去表演咧，錯。幾率大嘛？幾率是有客家嘅法通，還有一些嘅廟會啊。廟會嘅廟會啦，真係當天啦，係啊。菜嘅唔帶那豐富，我帶虎 Q 啊，虎 Q 係啊，我老見，虎口之光很多呢，帶洞拳，洞拳哦，同顧先生帶洞拳咧，連沙，做得超定向阿姨衝過啊，向阿姨了，佢懂無限，係啊，佢很懂心嘛。冠軍嘅時間，鄉長有送乜嘅東西俾嘛？沒有啊，沒有啊，我咪錢全部搶得，唔單係。真的哦。嗰種手搖包，獎金幾多？通常5萬條啊！通常5萬條。係啊。按判幾多種做？30歌唱班啊。30歌唱班，10種做有冇？一間係伴奏嘅，另外2個歌唱班係用唱嘅生牛排。哇！包場啊，用係冇？
系啊，哇，董太逢呢？啊，他家是很紧张啊，其他都有送乜嘅东西俾我们，就没有大金牌啊，没有大金牌。雄壮没有送给虎口之光。雄壮伊要做。嗰個農會嘅理事長吧，然後總幹事啊。啊，你嘅獎金全部就送俾大家是？錢人按有拉哦。3個歌唱班啦，你自己來倒貼哦。係啊，倒腰包。文藝就好，文藝之後，充電沒人用。這個一輩子就那麼一次而已啊。對啊，那個5萬塊其實其他的參加沒必到個錢，對不對？除了我們穆飛哈，他是為了要賺錢。哎，他要籌措資金出專輯啊。馬來西亞來台灣，對啊，籌措資金，嘿，這個比較辛苦一點。給好上海幫他出集資嘞。哎，對啊，真的好棒啊！他的歌迷也是滿天下。很多啊，青島啊。對，哎，記得你之前的他中法有為模嘛，對嗎？石花人草。哦，對啊，你好像家裡前面都會拈花。有院子啊，嘿，有庭院。有種嘛？有啊，有種，上都好嘛。好啊，好啊，看佢開發是心情都好。所以同羅哥搞聊一下，他也是喜歡拈花惹草，石花人草。我是愛慕人士，對啊，我喜歡種樹，小樹啊，小盆栽給你，就是要就跟小孩子一樣，你就是要細心的去照顧他，是雕琢他，對啊，然後跟他講話，對啊，你會跟他講什麼？對，就是希望你希望陪讓好好的長大，對啊，陪我一起長大啊，你要陪我久一點，陪我慢慢變老這樣子，對，也是大概都這樣子啊，希望你陪我越久越好啊。你會跟你兒子這樣講話嗎？我會細心的照顧你啊。你會跟你兒子這樣講話嗎？他不理我。盆栽唔會同人追啊。我的小孩現在都成熟，都長大了，對，慢慢，獨當一面了。對，我們大家都會互相就是會溝通，會聊天，會講話。充朋友愛用啦。因為有場的先演之外呢，19歲時他會總認為好像父母親都一直在管他或者什麼，會有點叛逆之心嘛啊。先演節目在不，我們也經過那個年代啊。我沒有，我一直很孝順。啊是。但是現在小孩子就懂得跟父母親溝通，那我們也是要就是要那種鑰匙要怎麼樣去開啟，要懂得怎麼樣打開他的心房。對，所以我們要學習啦。對，一輩子的功課。哇，是，謝謝。安子生呢？哈，今每日做來衝按後堂嘅各位同大家講。喊拜有安尼，強強安尼，特別給我個有獎狀來唱歌大家看，哈，咁作獎盤大家看，安尼哈。好，安子生，多謝，哈。好的，撒下來。撒來係小屁帶來神果子。睇我啦。ngày chiều lội
声音好。四宝妈，四宝啊，像话吗？过分呢！你四宝这个身材维持这么好，哎，我认识弟弟就上岸用了呀。 完全没变肉了，还是今天妆法太厉害。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少女，现在已经变少妇了。也抢胸眼足，抢胸眼，幾樣時比賽度細啊？18歲嗎？嗯，18歲，唔係從細就衝山高了沒？啊，從細啊。廿歲比賽呀。係啊。從廿歲比賽開始。在倆之前就有衝了吧？ 8歲就開始衝山高。嗰種是因為。 嘅組，我比賽嘅時節，搶胸眼組只有比流行高嘅。哦，我說我18歲係高中畢業經驗嘅暑假。嗰樣是你20歲制嘅嗎？係啊。20歲賽制，就屯古布公先生嗰樣是。差唔多。哇，那個資歷。差唔多嗎？比我係 T6V 啊，佢係 TVB 啊。TV，哎呀 ，TVB 關注。所以哇，我就18年前來嘅啊。你阿36歲啊？ 算数太好了，还年轻啊，38。我正当风韵犹存的时候。对，东江啊，是。你东做结婚呐？对啊，做结婚。他很早出道啦，破龙的今后。那时候结婚想，哎，哇，怎么这么这是想开了哈？对啊，想不开。度后一年啊，是啊，天时地利人和对的人，对啊。怎么会不会太早了？因为他那时候正当青春年华，然后成绩又这么好。嘿。就像讲，人讲姜子就会较后上的时节啦。哦，按用错嘞啦，那姜按多嘅发。係啊，我就無人眼眼，但係想我姜散嘞。散嘅哦，感情嘅好嘞。然後又不小心又。就想講變100。你不會還有第5個吧？變100姜4妹安尼。所以3個男的，然後1個女的。錯。TVB 係4妹啊，4妹你改變翕相啊，小順還伊必須嘞。佢係太妹啊。係太妹，青苔新眼神嘞。然後你就生其他3個來嘅，全部來啊。係啊，我說清定影響。誰造孽？自己造孽。不會，來，我們以後比較不用煩惱，沒關係。咁有嚇？我知道來嘅清定影腦誒。哎，原來唔會看你節目嗎？佢可唔是，佢可唔是。女兒可能會比較擔心一點。哦，女兒比較。男生也是因為男生他們就是在作惡多端，所以這種以前作惡多端的男生，他們怕以後報應在女兒身上。人家說拆人家的籬笆要補人家的籬笆一樣的道理。那係夢想的暗演。夢想暗演。啊，不過以下嘅情況來看，以下3歲。5歲、7歲、哇，最調皮的時候啊！哇，懂生呢？對啊，哇，你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對啊，所以我才變瘦，你知道嗎？哦，真的哦，難怪唔會皮哦。波子端哦。比按用個演，你嗰種時你有冇來參加比賽啊？對啊。嗰種時就會拿。我來討一下 V 落錢。一半。因為嗰種時嘅獎金算多啦，5萬元。我嘅。因為高3拄好畢業咧，畢業就冇個功課嘅壓力咧，就暑假嘅時間出來報名，所以家爸爸媽媽也希望往一條路去行樣嘅。就想講，你就8歲就開始衝，哎呀，會衝動球咧，衝動球咧，那已經冇個壓力嘅時間就老愛報名。哦，沒想到一報名一比就是20關。聽說佢都有經驗咧啊，他真的是從細在客家世界經營嘅客家細妹。對啊，一直都了。畢業以後，好像你有出唱片嘛，對嗎？有出專輯對嗎？單曲也係發行專輯。就係老配給欣賞，夾嘅創作。夾嘅創作，有出嘛？有啊。還有去主持節目，還有去其實我現代係懂排戲嘅人嚟。哦，你是你是內向的人。對啊。我係講第一部台檔就對了。他像他就是藝人啊。你又知道？你很藝。我也有很哀的一面啊。你哀個屁啊！你可能在家裡躺在床上才哀吧？腰酸背痛哀。哎，你有蠻講，還有來去主持咧。嘿，後面開始主持以後，這樣開始啲客家話其實我現代咪冇人流利啊。嘿，冇嘅會講，係就會唱歌聽。後面主持嘅時間上，啲客家電視台沒有主持啊。啊，真係。以前有個快樂來唱歌，然後聽下劉三哥，我還記得我替拜劉洋嘅時間，當慘。
懂惨。对，很惨，被凄惨惨，被导播骂，就會 NG 3支兩敗。哇！就講出嚟黑頭髮，現代配嘅老現場完全冇共用啊。哎呦，有，係啊。所以你配一個東西同現場嘅反應太幾個冇。你一定要照這本哦。就原本我是想說硬改黑照本宣科黑，就不要懂說嘿，一定冇問題。你說像我們製作單位寫的本，我們根本我們沒有在看吶。對啊，有在看啦，有啦，有賞識威啦，有賞識威啦，殘酷啊，殘酷啊，對。哦，那個時候剛開始主持不懂。3敗，哦，你被罵慘了吧？哎呀，董建中啊。哇，那很多現場人員。好的，忙。哦，冇呀，本機飛留下來。主持幾位時間？應該有3年吧。哎呦，在客家台貢獻了。係啊，神夢客家天師台。有創作，有創歌，上都有講，有主持節目。這個客家講什麼呀？佢哋喺高青島歌謠班啊。係啊，高龍康嗰啲上都實。很不錯的啦。高一班。高藝最廿下19班。之前最多嘅世界清電影獎，係就唔係啲教科嘅路上，就係接聲音嘅路上，就兩條路後。錯，你再看我在外面。難用呢，他好難約哦。很忙的，對。聲音用多了呀。我上次見到他是我手受傷的時候，他帶一盒奇異果的昆。哎呦，沒啦，上次。哦，錯。但你還蠻有情的呢。你懂有情啊？對啊。因為你條班我還沒見分嘅時間，你就買個奇異果的本來啊。我就說我不喜歡吃奇異果。你要不要帶回家？結果下一次還是送奇異果。哎，你就有我不會吃飯的，有110會線的時間去吃火鍋這樣子。對。哇塞，你頭腦清好哎！我頭擺可以做船店嗎？啊，走，真的，上一輩子的事情我都記得。不是，我對他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個中秋節又要講你破音的事情，大破音，全國聯歡客家晚會，那個是我一輩子忘記不了的，對啊。這樣子就是，你會覺得，我們自己節目出來的這個歌手這麼優秀，然後可以在這種大型的活動，還有五月天同場的，五月天呢？對啊，然後曾國城主持呢，哇，這個多大的一個羅時豐合唱哎，有冇哈？T 很愛唱，而且我們還一樣遠遠走過來，用情雄夢，用情雄夢，然後在深情款款，噔，我知道啊，他對羅哥真的沒有辦法，沒辦法聽你感情。亞洲對嗎？完全做唔得。啊，唱唔得吧？你還很跌前奏嗎？還在前奏？對。好來嘞。差唔多，哎呦，差不多。天從這件動動呢，6N 出播，哇，沒有 NG 的機會。現場大概有上萬人。我記得佢跟你講，佢表演假蟲咧，嘅千年嘅蟲。嘅兩時行很多天。佢正經係乜嘅蟲，佢都唔會變改嘅。早晨調啲發連，下晝調啲種啦，按補呀這樣。就會按好衝。太忙了，太想賺錢了。係啊，西部啊，不過現在也不錯啊，就是教那麼多。你這樣子留下一個這個我們羅哥腦海中經典的記憶。對啊。按用往好處想，就是佢永遠唔會唔記得。嘿，這是我們鬧熱傳說之一。係冇大半個熊節目你就講。那個是經典畫面。我要把它 copy 一下。好了，安子 C 啦，謝謝啦。什麼屁？對啊，希望你越來越好。然後保持身體啊，OK。好，安子 C，來，安子 C，你正經懂厲害哈。真的很棒。不用那正經懂好。好了，殺了，哇。殺了兩邊嘛殺。哎呀，我有什麼？莫非？這個名字很好陌生哦。我從成功班呀。哎呀，好嘞，彈完了啊。新的藝名嗎？誰幫你取的？哪一位大師吧？就是有找老師改，所以你後來就是聽從建議改名。對，我就試試看。其實我也沒有很執着名字這個事情。對，剛才我早上過來要去化妝間的時候，然後有位那個我們化妝師就莫非啊，你等一下什麼？我就看着他在跟我講話，我自己還記不得是不是？你去幹唔記得嘞？
像台上中国不思念给阿哥台上冲，冲出红楼梦子的。爸爸嘅眼光啲嘅小眼我，扮演唔衰啲嘅小小種，我就係唔盼嘅數。
总冠军陈婷婷吗？唱歌还是一样这么的纯熟啊！你有没有改名了？你怎么改名了？我黑陈婷婷的妹妹了，现在现在叫慕菲了。对，慕菲啊！对，我的过去是我的姐姐，过去是陈婷婷这样。对，你灵魂已经换成叫慕菲，就对了。对，以前是流行组年度总冠军陈婷婷，是。那个是你内在小孩啦，陈婷婷啊。对，是啊，现在是新的艺名吗？谁帮你取的？哪一位大师帮你？就是有找老师改。是老师跟你建议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其实我从小都不时的听到一些，你名字笔画不好，常听到。然后后来我一直都在婷婷这个名字，算起来是怎么样？加起来是凶这样，大凶。破坏性很大。破坏性，然后我不是自己也有，别人也有，对。然后我不是3、4年前进医院嘛，对。后来我又听到，然后就觉得好吧，奇怪，我进医院这么多次，我也没有想要改名。就每个人也不一样，你也改过啊。我那之前不是把全家人都改了。又改转了呀，所以你后来就是听从建议改名了。对，我就试试看。其实我也没有很执着名字这个事情，对，试试看就对了。慕菲啊，我觉得因为刚刚老师，通常我们改名字，老师会给8个名字，对啊，没有什么名字，他就是把笔画算好一点，算好一点。那有慕菲有没有什么可以代表？比如说你会飞黄腾达，你会怎么这个？还是纯粹觉得他就是很那个女主角的名字，可能就对，感觉很对啊，很那种琼瑶哈，对。慕菲就看起来，因为老师是给8个名字去选，然后这个名字我比较艺术的感觉，我就选了这个。你就选了。我跟你讲，有时候8个名字你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你选到的还是不好。他选8个出来，应该8个都不错了吧？他干嘛还要给你一个错的？不是，就是你看8个，他可能有排序嘛。对啊，那你运气好的话，你会选到这个是可能对自己很好了。命理师还要给他一个命理挑战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吗？那你改了以后，有没有觉得真的在个性上，或是在生活上，或者在也差不多？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改多久了？才几个月，还在试用期，还没。那大家还不熟悉啦，还不熟悉。那个磁场效应还没到达。大家熟了以后。你这个慕菲被叫久了以后，大家就熟悉了。叫有的连身份证都要改呢。是，就是如果试用了就OK， 然后去改，听说还要跟神明禀报这样。禀报，对啊，要跟上苍禀报。就我现在已经改叫陈慕菲了哦。对啊，好，我们大家一起喊一下磁场效应，好来，1、2、3。要讲陈吗？你有陈吗？不用陈，不用叫慕菲，就艺名的话可以慕菲这样。慕菲，1、2、3。慕菲，嗨，大家好，我是慕菲。刚才我早上过来要去化妆间的时候，然后有位那个我们化妆师就慕菲啊，你等一下什么？我就看着他在跟谁讲话，你自己还记不得是不是？你去干唔记得嘞？那你自己要习惯一下，因为我的日常生活很少人叫我名字。如果有人要陈，我是慕菲。不要叫我，就叫他住嘴。我是慕菲，就像以前那个周美仪帮我改叫大牛，帮我取了一个叫大牛，很好记。后来我有一天就去上那个双星报喜啊，明明就有发我，为什么我看那个轮档表，我看了好久，我站在那里，就是没有我的名字啊。对啊，然后我就去找制作人，我说不是有发我来吗？怎么没有我名字？有啊，就这样。他帮我写大牛，比较少笔画，比较好写。你罗时丰笔画太多了啦。对。你就被叫大牛啦，所以就感觉就很这个外号就是很亲切啊，对啊，懂亲切啦。不过慕菲真的很厉害，马来西亚人哎，你真的是在我们客家比赛得冠军，让我们这个客家电视台走入国际的第1位啊，佼佼者。真的好 ，TVB 哈，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买就是贵节目，就是在马来西亚播放，真的哦，真的。然后客家的乡亲我有看到你跟罗时丰大哥在一起真的哦，哪一个 cable 台？那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不住那边。什么？我不知道哪一台。你说你比赛那时候吗？不是，后来现在好像现在也还有。对，那我可以去马来西亚发展了。对，就他们看的是比较就是重播。马来西亚客家人很多，很多呢。我以后去马来西亚都要化妆。是啊。
哦，所以也有被认出来回去麻将。有，就是我朋友说他有看到。真的哦。那时候怎么会想要来参加？很多比赛啊，那时候还有华语的、台语的，有红人榜，然后客语怎么会想要客语？这难度很高哎。对呀。因为15年前我就是毅然决然来到台湾，就是求学嘛，然后也是就是为音乐的梦想打拼，其实蛮辛苦的，因为我学费也很贵，那为了生活费跟学费，我就到处比赛，奖金猎人。然后我跟你讲，客家的歌唱比赛真的很吸睛，哇，那奖金比人家多好几倍，奖金都很高，才5万块而已。没有，我其他创作比赛都很高啊。我跟你讲，外面一般的可能小场的比赛，了不起2万已经很多了。哦，真的吗？可是我们那时候全国客家流行音乐大赛。就是5万、6万以上起跳的，而且每一年更多。如果你创作还有30万呢？对，用钱弄神，对不对？有钱能使鬼推磨。然后当时我就我又不会唱，是一个诱因啦。对啊。然后最主要是我上网去找客家歌来听听看，看自己会不会谢宇威老师的歌曲还有他的歌声吸引到我。好，我就比。你就比了，硬着口皮比，就来比了，就来闹热了。你就直接自己毛遂自荐报名吗？没有，那时候是比外场的全国客家流行音乐大赛。是。然后因为我有在友台，是卫冕者嘛，所以其实现场的乡亲都认得我，认出我，都会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是。然后我还记得我比的第1场比赛，因为初赛唱完了之后。然后很多乡亲怕我到时候决赛没有得奖，因为他们听到我很多咬字是错的，他们竟然还利用他们休息的时间，赶快帮我恶补教你是不是纠正。他希望说第2场决赛的时候，希望我可以真的得奖。结果我还拿到第2名，我真的觉得哇，赢到这个大奖，我真的是很。你要谢谢那些客家乡亲，歌声太迷人了，因为这样跟客家结缘了，真的。然后我就有了信心，原来是这样唱。然后后来然后制作单位就找我过来这边比赛，就来到了。对，我们会去网罗其他外面的一些客家比赛的一些优秀的得奖者参加者来比赛。这个很厉害，这个你懂厉害啊，还有你懂难呢。对于尤其是外国朋友，是。其实以前我过来台湾的时候。客语、台语我都不会，然后自从学了客家歌之后，再去看一下台语歌，哇，好容易哦！真的啊，变简单了。你的意思是会了客语以后，连法文都不难吗？因为他们马来西亚有法语也会，他马来西亚朋友这个语言能力非常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多语嘛，对，对啊，多种族的国家。那你现在最近都在忙什么东西啊？我最近在学习做生意。做生意，我想要开公司，然后呢，进口，然后推广我们的马来西亚金丝冠在台湾卖吗？对，因为台湾卖的很贵。OK。然后其实那时候新冠肺炎的时候，我中奖了之后，哇，那时虽然康复了之后，可是我的支气管觉得很脆弱，然后每个月都一直生病，然后一直咳嗽，咳到声音哑掉。然后后来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闺蜜，她们家里是批发燕窝的，哇，她就赶快就是给我吃，对，然后哇，我吃了之后呢。全部那个我们的心肺功能全部修复，然后声音越来越好，然后1年多没有生病。哇不然我们如果要表演要教唱歌，这样真的是困扰很大。对。所以你现在要进口那一些来卖啊？对，希望可以造福更多的好朋友们。以后女企业家，燕窝那很好赚呢，暴利耶。台湾真的卖很贵，台湾很贵啊。马来西亚本身是产地，是不是？对。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也是啊，那种去。就刚好，他就海边人家那种养的，我跟你讲那个燕窝喝不用钱的，神桶喝到吐你是不是吃到那个石花菜哦？不是，很像燕窝那种。真的是燕窝啦，在海边，他们就是煮很煮一大锅的石花菜给你，然后跟你说，罗斯峰这燕窝，这是我们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燕窝。马来西亚的燕窝应该还没有便宜到可以随处路边吃得到。我说那对不起，我去印尼，应该是印尼、越南还是印尼？泰国？在印尼，对，巴干那边。
八竿八路那边真的可以这样吃燕窝，真的就是煮整桶啊，整桶啊，真的你喝到就不想喝，太多了。那边每个人都可以就是3度音这么宽的。哦，应该是的，每个都超会唱歌。是。OK。啊，那现在这生活上面什么都还 OK， 都是身体上面都 OK。对啊，身体。最近刚刚复诊啊，然后一切都很不错，然后于是我就问医生说，哎。我虽然靠药物控制我的血压，靠药物控制我的血压，但是我要如何恢复像以前可能没有高血压的？是，对，他说，哦，你减肥20公斤试试看。对啊，医生都这样讲。你就喝燕窝啊，对啊。可是想说真的想试试看，试试看。之前有说过要减，然后每次都失败，每次减了2公斤就得意的去吃大餐了。哦，都没有要忌口真的好难。没有，这个也是你的特色啊，也不一定要减啊。我们这样影响才大啊。但如果长期运动，那当然就是一定会有差了。尤其像刚刚我们访问到我们大哥，古大哥，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向他住的离湖口远吗？还是搬去古大哥家附近？去他家2楼有健身房。哇塞，我们家社区也有健身房哦，是只经过看过而已，这样。对，里面每次都没有人。他没有什么诱因让你进去。如果有个肌肉猛男，你可能就每天去运动。对。或许。我今天真的也很开心呐，谢回来我们节目这样子唱歌给大家，我想大家也很想再看到年度冠军歌手，对啊，对不对？希望木飞接下来改名以后越来越顺利。是。好，我加油，好不好？木飞，谢谢木飞，加油！木飞休息一下，木飞，谢谢啊！哎，听唐贡各位苗要讲100万次。就是那个磁场效应，我一直讲嘛，名字是有磁场的，真的哈。对啊，你要多念多讲，或是你亲朋好友，那全部统一的有那个念的磁场更大。然后艺人的话，那个磁场又因为更多人连，还要写着，还要写啊，还会就很像在罚写一样，要把自己写自己的名字哦。对啊，你知道我们现在要介绍你了是吧？哎，没有啊，他是补充说明而已。补充说明因为俺没有过歌，你有过歌吗？哎呀，老师就请我自己先在家里写，真的写很久。哦，你唔用笔迄过歌的哦？没，唔用笔迄个以前的本名。哦，本名哦。对啊，冷门歌啦。哦，对他上冷门歌。对，按先的糖用笔来再了一条后糖的歌曲，重温。王一晴，重温王一晴来弹歌啦。萧佩茹，你也要感谢她。哦，我要感谢你啊！你进来客家圈好像是因为萧佩茹。嗰兩時藝超去我杯做發通，創歌嘅，就拄到記。嗰兩時藝記得你係唱阿妹嘅歌曲。來一首阿妹的歌。我要快樂。有些人，你抱得太温暖。多哥，那用初本來本來記得歌詞來全部唔聽過。
隐藏手路，望也笔记不免采看机，艳阳双对眼双比，坚定双亲对双比，盼望不会随风去，两人重温梦一个真情意。望也笔记不免采看机，艳阳双对眼双比，坚定双亲对双比，盼望不会随风去，两人重温梦一个真情意。少年一辈的歌王，哎，冇错，这是年后小屁个学长，学长啊，去做一个强修年族听馆的馆主，听歌用是比赛是多少？17岁，17岁啊，15岁吗？17呀，17，我记得15岁呢。15岁，你的记忆准吗？不是我那时候觉得，哎呦，15岁的小孩怎么这么老成呢？哦，对，就是专门唱这种演歌歌曲。第一拜来参加，第一拜来参加15岁，然后回去磨2年之后又再回来，2年以后又转来比赛，系嘛？嗰当时15岁买两束歌，客家歌，就来比赛嘞，就来比赛啊！你怎么那么赶？姑丈帮我报名，他姑丈逼的。姑丈哦，给姑丈那时候啊，他是跟着他姑丈一起长大。有印象哎，好像是理发师，对不对？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去参加那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被那个陶晶莹晶莹剔透说他是棒棒头男孩。对，其实棒棒头男孩。自然卷，然后那时候还为了要帮那个小胖老师，那个袁惟仁老师，然后要帮他烫电棒。哦，你要帮他烫？对啊。你把他烫成阿弟弟吗？对啊，就是像那种阿弟弟棒棒头的。我们讲佢咩懂优秀呢？非常优秀。从那边出艺以后又发行专辑。所以他就是在出去以后去磨表戏啦，磨表戏就出叫又去跟那星光大道比赛，哇，就更红了。是，因为那是更多人看到的一个比赛节目。对啊，这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印象哦，其实也是来参加这个闹热打擂台。哦，这当时哦，我鼓从每一集大摆全部就平来。過來參加。哦，鼓從都人來啊，都人來啊。每次譬人阿健咩要來比？後來要比，後來印象吼，嗰一層嘅記者吼頭報名，佢咩過來參加。哦，佢後來自己頭冇問題啊。嗰當時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跟他一起衛冕的。哦。跟他一起衛冕，有嗎？同登同分嗎？不是，跟他一起不同組別。哦，某強組，我係搶少年組，阿吉係青壯年組。哦，嗰種時就用 V。那你跟你姑丈會翻臉嗎？翻臉。某強組啊。不會，一般的那個姑侄之間不會翻臉。哦，真的啊。姑丈，你姑丈應該對你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但到現在。到現在還是很好，對，都沒有翻臉。
啊，那很正常。就是从小就受到姑丈跟姑姑的一起照顾。提携之恩呐，你有记得就超美了。还好有他姑丈，要不然也没有他。真的啊，同条保命，张法国人自家都会冲过啊，用出头的，系嘛，一路走来。这个世界啦，这个世界，其实当爱冲过的龙后塔，其实爱讲哦，我那时候国中毕业就过去。给松板，那个当学徒，对，当学徒，然后他就知道我很会唱歌，然后就有这个机会，然后来，很喜欢看那个《捞面大绿头》，哦，真的，台湾给可以闯给世界啊，哦，那个回忆涌上心头，是不是？那首歌很经典呢。你的腔调跟罗哥好像哦，有啊，那个同一派系的，哦，真的，对，有个演嘎派系的，对啊。按得到冠军以后，还有专业古虫的点的底部读天书吗？当然有啊，有哦，还继续哦。那不会有很多粉丝追星吗？有啊，还没懂排声，然后古虫讲一下是你啦。你有没有讲？因为哦，给他迎合老点，知道我得到冠军，他说啊，你用兵有才嘛，还会本给见啊，本给见，指名呢？哎呦，真的啊，所以不理他了就对了。然后边剪还要要求说，会冲他嘎狗哦。那有加收钱吗？那他有没有走心呐？你古虫有没有走心？冇啊，佢动欢喜啊，因为佢理头发哦，62年啦，62年，所以他客人真的好多。哦，然后又加上你又有名，以后生意又更好。他以你为荣，对啊，黑毛，对，就是有这样子。对，老点是。就箭头了吗？指定的指定的。那洗头叫什么？洗头老洗。汪山。汪山。对啊。汪山。哎呀。对，汪山。烫头发的。劳电。啊，然后。你还蛮该发。就是他们的术语。哦，术语哦。就是美发的术语。对。那如果是这个很机车的那个奥克呢？给。他这样讲出来以后，这业内的秘密就公开啦。没有，但很多人都知道。听旧魔讲嘞啊！他没有遇到什么机车的客人啊，因为都是粉丝嘛。对，比较少遇到。他是有独的啦。对呀，那这叫。没啦，那个是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术语，他们的术语。那是他们的术语啦。哦，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术语。对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啦。这是术业有专攻。是啊。对啦，别说对啦，就像几个术业有专攻嘛，几个狗术啊，沙罗准备新的作品新专辑好像听说在筹备了哈。现在有在慢慢的进录音室。然后你已经发几张专辑了？目前。5种嘞哦，哇，就会来参加老年大旅团宿舍跟林占义肉食然后他就有帮我安排唱客家歌，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有发行了一张客家，好像发了一个客家，哇，台语就发了几张，17年了，台语发了几张了？5张，好了，发5种，这个咩感谢那个客家天使团。还有很多的一些评审老师啊，其实那时候我来参加就压力很大，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因为吼爱中国的，这东西是17岁啦，就会很像罗哥说的，就是小年纪怎么会唱歌这么老派？因为你接收到的资讯就是可能他学习的老师呀，讲唐个狗也跟着夹古重腔啊，对呀。不过来了，比如说青岛嘅评审先生会本无共用嘅意见啊，迄个你做的技术会到，你就做的进化了。但是评审先生就是会有一种门槛。他就是对选手会比较要求比较高，是。然后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啊，我要怎么挫折吗？我要怎么年轻啊？我要怎么去唱歌把它变年轻？然后给当时我嘎猜哦有罗哥，罗哥干嘛？我怎么了？就一路鼓励我，真的教导我。罗哥会鼓励人哦。哦哟，奇怪，你是不是记错人了？真的啦。买毛巾唔错啦，真的哈。因为好像在后台，就是他说年轻人
真的，很棒，很棒。你就是做自己就好。我们就这一派的，不用改。评审老师话听听就好。对啊，刘哥应该知道。是，我们就照自己的这个风格走出一条路，对不对？你看也是走出他的一片天啊。厉害，5张专辑呢，对不对？在我们这个出来，其实我第一次看他出来，然后去参加那个星光大会，哎我好欣慰哦，那个是很开心，自己那种节目孕育出来这个小孩，然后就更上一层楼，我们很开心呢，真的。这个倒是实话了，这真的。一路上啊，就懂得归隐，天数，才会有这样的，就希望能够再越来越好。希望今年有新的作品。带本大家，好，有新作品张俊来，好冇？参加你嘅老年音乐会，做得哦，做得啦，宣传那里，欢迎，好，安子姐，多谢大家，谢谢，好，非常好，好嘞，好的，沙来，起屁带来相思绵绵，好嘞，看看啦。我跟你很容易一句话就得罪好多人，其实这样我要收尾很累。是不是因为为人母之后，那唱歌情感？喊他有韵味，哇，好有韵味。那有可能啊，不过佢本身就会归冠军啊，还那年突比说听一秒呢。啊，对啦。我在讲7呢。但是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但是好像真的有唱得更好哎。
你今天真的唱得好好，对啊，好有味道，你还试他演就好像专业的歌手一样。什么好笑？唐爷做其实这首歌曲在比赛的时间没有唱过，没有唱过。当时展毅老师讲，你有没有先俩首歌？他说这首歌真的很难唱，不好唱，不好诠释。对对对对。哦，因为不是他那时候来比赛的时候，因为给他记了笔勾，他姐姐真的也是哇，懂不会冲的狗数啊，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的。那所以他就在他姐姐的光环压力之下，其实对他来讲，他也会承受很大的那个。对啊，就像我妹妹。完全跟我没有关系，没有，要不然他就在我光环之下了。你妹只是来玩的。他另外开一个光环呢，不好。对呀，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比赛压力很大啊，很大。青台，因为那个时候姐姐来的时候是20关，不过来了一个时间已经换赛制，第三季的冠军，归冠军嘛，归冠军。不过这种事虽然压力。他因为还在上课嘛，还高中是67岁的时间。对，我都只敢看着你们长大。对啊，我就现在都2宝妈了，我就慢慢变老这样子。不会啦，看不出来了，快呀。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还在上学，其实练歌的时间轻松。还是啊，对。就这种事，姐姐高中已经毕业，因为姐姐。我们一样念艺校嘛，他已经毕业了，就某代穷哈，他就用天发，打天发，打天发姐姐，用冲，所以很多歌曲都姐姐指导你啊。哎呦，姐姐也不藏私啊，姐妹花感情以后啊，有感情那么差，连这种教导一下都不愿意。难讲啊，说不定他就是不想，我就是想要一直独占。你跟你妹都是这样啊？不会，我都听他的。他叫我往东，我不敢往西。他那时候来比赛的时候，就看他们全家和乐融融，爸爸妈妈带着，啊，都秃的蛮安弟弟妹妹哈，没有弟弟，只有妹妹。他爸生4个女儿。我真的哦，哇，娘子军团5000斤哦，那真的是太随便了。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不过就会讲全部都会摸一个发，通常都是女儿的家庭感情比较好，女儿都比较贴心，爸爸都没有话语权。就是妈妈做主。对，感情会好好。所以比较贴心呐哈。所以现在爸爸妈妈也都在大兰嘛，懂事。大兰。好，所以你们有空之余也要不要赚一笔嘛，爸爸妈妈？我大概每个月都会回去啊。有啊，之前嘅生日和生日时间全部都是送转一本阿美兔，今年分享同阿美严格的时间。啊，对，小孩带走。对啊，小孩带走。你那时候比赛出来之后，有出唱片吗？也有。跟同时有组合一个。跳冲歌，又会跳舞，冲跳的团，几个人的？5少，就你们5姐妹？没，不是，那个时候还有于娟，怡云，还有谁？蔡怡云，她是我们那一年的年度冠军。马萨同刘法好，本来谁要帮你们？没有，就是有唱片，哈嘎狗，啊，有出吗？應該有吧？應該因為有看到唱片呐，然後網絡上面簽得到。有就會有啊，有啊，表示講冇拿到錢係嘛？有可能，所以印象不深刻。我沒有拿到錢，我沒什麼印象。那算我的嗎？嗰當時5個4妹的，全部係客家歌的。這可以從以後就還有沒有後續的發展的？後來就唱好樂歌。啊，你家團體有那麼名誒？客家5妹。客家舞妹，嘿，客家舞女，她的舞妹，她是跳舞的哦。客家舞女，舞妹，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他用比 HKG 喊他做呢，我还以为 HKG 是第一个客家的 CMO 的团体诶。对，所以讲到萧佩茹，你也要感谢她，你我要感谢你啊！你进来客家圈好像是因为萧佩茹对吗？因为萧佩茹啊，对啊，比蛇屁啊，他太爱我了。嗰兩時我就去以前上頭去我輩做發通唱歌誒，就拄到記。嗰兩時我記得你係唱阿妹嘅歌曲。
马该阿妹，我想阿妹是谁？就是完全本自己高上去，他就讲哇，你切对会送客家歌，你啲客家嘅切对会爆红。介绍客家发通啊。对，来一首阿妹的歌。阿妹。对啊。什么歌？啊！我要快乐。有些人。你抱得太温暖。多哥，那用冲本来不来记得歌词啊，全部唔记得。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你看，我早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不是，没事 Q 的干嘛？观众哦，那观众哦，真的很喜欢听他唱歌，真的哈。没有，我们观众很懂奇怪，因为这个节目换了3个主持人，你是第3个嘛？哎呀，因为给他哐说安耶嘞，哐说，然后突然换海军的时候，大家不习惯哦，有的人还骂哦，还打电话去客台投诉哦，这么玩主持人，要骂，对啊，然后后来海军哦。接下来换你接手，骂得更凶哦！骂得真的更凶。因为前面骂更凶哦。后来听到你唱歌以后，大家哑口无言。真的哦，金曲歌后的呀，真劲呢。谁有资格站在这个舞台上？真的，就只有吉娜，对不对？真的。罗哥晚餐钱你还是要付哦，完全要付。讲得很多，没，你也要感谢那个穆飞啊。哦，黑啦，替拜轮没引力给，今天是我的感恩大会吗？替拜轮到念没给请啊。你声音演不大概回顾一下，为什么会这22年来有满脸给起来，没个变化。那时候好像是参加你的。就是什么好朋友挑战积分赛，然后要找朋友来合唱。其实我才见过他一次。我们刚才我唱的那首歌，就是当时吉娜跟我合唱得到满分。哦，真的吗？真的，你忘记了？不是柳龙吗？我们唱2首，这首是满分。我还因为你来了2次哦。2次。哇，那我们算朋友。他算是大魔王是那时候。对，应该黑哦。他是来帮我有冲歌，他帮我合唱。对，谢谢。对啊，我记得他那时候来就穿着拖鞋就来了。那双鞋2800，不是拖鞋。然后那时候孟达主持人说没有制作人说我们要换主持人哦，那我们找到吉娜，我说他可以吗？他不是个素人而已吗？对啊，他说我觉得他很棒，很有综艺感。对啊，而且歌又唱得好，这样我说有补充这些是不是？有，那就算了。我本来他还特别到我家去跟我讲这件事情，真的哦，很有诚意耶，好感动哦。因为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我本来想的是别人，你知道吗？你想的是谁？来听。但你也勉为其难就接受了。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缘分呐，就像人家穷阿弟啊，大家要到舞台打，对，要到舞台必须啊，都是一个缘分啊，都是老天爷安排。反正人若精彩，天自安排啦，对吧？对，好。希望皮没进来进好，育儿生活还有工作生活都满分，好。什么？好，谢谢阿志生，多谢，可以啦。哎呦，真的今天真的非常的欢喜。哎呀，21年这个那一集节目做的做到21年，才你推翻。除了新闻节目啦，新闻节目，高中必须节目一场忙呢。目前21年，所有的天师腿应该忙。好像没有，因为其他台我也没在看，要去查一下，好像至少这个节目是目前来讲是很长寿的一个节目了。没当然要多谢安尼所有的观众朋友支持，没有多谢要对我
所有参与过的嘿，没有这么好的内容，哪可以呈现出这么棒的节目啊？哇，愿意转每个。对呀，对呀，对呀。给每分享，还有我们这个后来这个加入的乐队老师们，对对对对对对，把詹旭我们台湾的那个第1名、第2名的 band leader， 庄氏父子党，对对对对，要谢谢他们呢。所以小康老师大乐队，好像哎呀节目本来就会本来属于一个乡亲朋友、夫妇乡亲的一个节目啦，哦，然后大家有好唱歌的，哦，喺好唱歌有咧要平台，所以喺好唱歌朋友夹来报名。打电话来，096667人6人等台一个打电话。好，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咧，还没有多谢。是梦爱人，爱你所有的冠军歌手啊，谢谢，有马上做来了，冲过舞台一个堂，啊，谢谢。是梦小江老师大乐队，谢谢，辛苦了，谢谢老师。是梦天从啊，工作你也辛苦了，谢谢。工作同仁们都很辛苦，都辛苦哦。好，来，下礼拜梦记得一天都准时出发的，老年大乐队。